粘在自己常使用的物品上，像是手机啊、工作识别牌、钥匙圈或是皮夹。1899年，在三峡的插脚一带山区，诞生了一位泰雅孩童。如果你真正去理解这个历史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到，因为有你，才有美丽的将来。赞！俺之声，周佳丽，谢谢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 Happy birthday！ 生日快乐8岁生日快乐！大同高中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校庆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在舍得中里面，我们好像才可以完成一个我们在诉求希望达到的目标。那这件事情其实影响我后来的创作，算是非常深远。这个就是我，因为我脚手真好，真紧，脚手真美丽啊，所以我一来做名，我拢比阮阿姑做的较紧。